好嗎？今日我哋會讀一段喺自我本書葡萄牙書入邊嘅詩《基本之地嘅煩惱》。呢個係一個好搞笑、真實嘅故事，係我哋基本之地經歷過嘅。我只係去過嗰度一次，好快都經過，係搭巴士或者好似葡萄牙人講嘅 autocar 嗰次就係1988年嗰陣，我第一次去歐洲，去德國明斯特市一間大學讀書，我就去咗讀書。拉丁文、希臘文同哲學，我哋嗰度讀咗3個學期之後，真係頂唔順，最後返嚟嘅。喺最開頭嗰陣時，我專登去嗰度旅行，本來就打算一直留喺嗰度生活，直到讀到順利畢業為止，專心做我自己嘅文學創作。我哋巴西已經讀完醫科，專攻眼科，但係都係決定去丑嗰邊。有啲人就係會有啲乜嘢嘅地。有個喺巴西嘅朋友同我好 friend，喺嘅聖費斯道阿拉瓜亞主教區同卡薩爾達利加主教一齊做嘅。佢嘅馬德里有人脈，佢係米納斯人，叫 Milton， 唔係神父。佢喺嗰度做義工，佢應該係喺土地牧靈委員會做嘅，幫佢佔地農民。好啦，佢喺馬德里俾佢哋聯絡人我去到嗰度，啲人對我好好，之後我會再詳細講下佢哋。佢哋喺我人生呢個階段呢，咁我呢次有啲乜嘢地嘅歐洲之旅係好重要嘅人。嗰陣時我哋買機票去歐洲，如果你買去里斯本或者馬德里，會平過買去法蘭克福，所以我就冇做啦。我買咗去馬德里嘅機票，打算由馬德里搭巴士去德國，去明斯特。我之前完全冇離開過巴西，大家都知嘅。巴西嘅客運火車，大家如果要陸路旅行，都係搭巴士。我哋都係因為咁，所以喺巴士都幾舒服，有唔同價錢同唔同舒適程度嘅巴士。有臥鋪巴士，有啲巴士嘅椅可以變做張床，仲有半臥鋪巴士，但係基本上全部巴士都一定有廁所嘅車入邊。或者好似葡萄牙咁講，巴士入邊有間浴室。嗱，我喺馬德里上嘅巴士，夜晚時分去到凌晨大約5點半6點左右，我唔太記得啦。我係俾司機嗌醒咗，佢大聲話全部人要落車，快啲落車，落車，落車。我哋望一望，透過巴士窗望出去，我見到成個廣場都係一大堆巴士，所有行李佢都已經擺咗喺地下，排好一行行。我都真係冇晒辦法，唯有落車走人先。問題係因為佢早朝頭早，通常都係我去廁所嘅時間。我哋屋企嘅時候呢，都去廁所，每次起身醒佢就會去。好唔好彩就係嗰陣時，我突然間好想去廁所，我就咁樣喺巴士度落緊車。嗰度好似係巴斯克地區嘅 Iron 市，所有由葡萄牙同西班牙唔同地方啲嘅巴士都會喺嗰度轉車，大家都會喺嗰度集合，然後再分開去唔同地方，好似德國、法國或者瑞士咁。好啦，咁我而家讀一讀我因為呢件事寫嘅詩其中一段。因為巴士上面嘅廁所，我一大早就要喺廣場度落車揾廁所。咁我而家讀出嚟啦。喺巴斯克土地上嘅焦慮，突然間巴士停駛，司機話全部人落車，全部人落車。我仲半瞓半醒嘅喺窗度望出去，有幾十架其他巴士停咗喺度，地下已經有幾百件行李排好咗，連我嗰個超大行李箱都喺度。我真係有個好大嘅行李箱，我想將我哋巴西成個人生都帶去德國展開新生活。大家都要換巴士。嗰度係一個城市嘅廣場，我之後先知原來嗰度叫 Iron。 好耐之後我先知原來嗰度係巴斯克地區。天開始光，大約早上6點，遠遠見到佢人影嘅霧入邊行緊。我落嚟巴士，或者講返我慣用嘅落啲車。突然之間我個肚同埋啲腸唔爭氣，以為我哋仲喺屋企將喺度起身，堅持要即刻揾間浴室或者廁所。我同自己講，冷靜啲啦，拜託你咁忍一忍，依家唔得住。咁佢哋聽我講，我絕望啲四圍望，
原本呢，好似係一個細細地嘅巴士站都關咗門。我見到有個牌箭嘴指住一個方向，浴室。我一邊捱住，一邊好焦急咁跑過去，撞到門口。門口有塊細牌寫住 Cerrado 嘅西班牙文，即係關咗門，完全崩潰。我四圍望住揾救兵，不過會留翻個結果同埋呢首詩嘅結局俾你哋自己去睇。等你睇呢本書度諗到，如果冇巴西或者葡萄牙，就係葡文版本書。呢本詩集仲有翻譯做巴斯克文，仲有西班牙文同加泰羅尼亞文。到時你哋就會睇到呢個故事嘅結局。你哋仲會見到巴斯克地區嘅人，因為我嘅故事結尾講嘅，我好想錫一錫巴斯克地嘅土地。你哋會知道我係咪為咗拍馬屁，定係有其他原因？我會喺另一條片再講呢件事。多謝晒。